戰中非一蹴可及，黎智英呼籲集中金鐘力量。唔係一個運動就完嘅，你好多個運動啦。我哋無謂而家一路拖住爛咗尾去種狼鷹嘅計。香港戰中昨天進入第12天，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昨天接受蘋果訪問表示，現在金鐘道和銅鑼灣只有少數人留守，應考慮撤離，集中力量佔領金鐘，同時避免消耗民心。即係我哋呢個運動係一個長期嘅運動嚟嘅，我哋唔可以希望話今次我哋佔中運動，我哋就可以達成我哋所需要嘅嘢，我覺得係冇可能嘅。就算而家林鄭同啲學生嗰個談判都會失敗多㗎。你咁樣爛尾，你咁樣拖住，使到市民對呢個運動嘅厭惡程度越嚟越大嘅時候，我哋喺度消耗緊市民嘅民心嘅，消耗緊佢哋對呢個運動，對我哋佔中以後嗰個支持。如果以後我哋佔中係市民厭惡咗，或者佢哋對冇咗支持、冇咗參與，我哋好難再掀起另一個運動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而家我哋真係要去慎重考慮下，點樣做一個好好嘅 consolidation， 集中喺呢度同埋做一個好好嘅完結，去能夠保留咗民心，使到我哋以後我哋有需要再上街嘅時候，我哋必要再上街嘅，呢個係必然嘅。我哋有更多人支持，有更多嘅市民去參與，更多學生，如果市民嘅支持咧，學生佢哋更踴躍，咁樣我哋個運動先有力量嘅。動新聞綜合報道。